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一个列管的精神病患，是甲规个庄仔头舞甲人心惊狂。屏东高树乡超商的女店员，互列管的精神病患攻击挖目睭，恐惊会青眉。这个代志发生了后，超商其他的店员是惊甲把这个头颅撕掉。头家娘即摆上界担心的是，迄个暴力犯若阁放出来，可能会倒来报复。村民是集体来联署，希望这个嫌犯唔通阁甲放出来咯。这几天以来，村民拢惊吓不安，学校嘛提高着警戒，讲学生囡仔参要去学校，嘛会安尼莫名其妙，心惊惊。招不到店员了，是不是说不敢来上班？对啊，这一定会有那个阴影。伊是屏东乌目睭的案件发生地点便利商店的头家娘，伊讲，这个员工离职了后，即马剩一个人尔，拢会惊。怪怪的，会，怪的哈，加点会。拢有准备防身的物件，营业时间嘛缩短，庄仔内嘛有一份不安的气氛，社区内学校烦恼学童安全，拢有加强巡逻。我们也是会跟驻点或者是这边巡逻，保障小朋友的这个上放学的安全。庄仔内人拢会惊，这个嫌犯若搁倒来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。面对卫福部决议推动对暴力病患要加注射，村民讲，唔免，迄个干脆两日啦，痛痛的，没给到本卡卡dit啦。做终身呢，就对做终身的冒出来，冒出来。今麦法务部嘛伫研究修正紧急的监护机制，目前由法官裁定紧急的监护期是上久5年，敢有法度改变，让这个无治好的病患接受长期治疗。我们积极在规划司法精神病法，年底会有第一家规划完成。目前嘛规划司法精神病房，和有暴力前科病患大，估计年底前会有1间到2间的病院会开办，来补救社会安全网的问题。